小姐，都等了3天了，回去休息休息吧。来，下来。松树，我爹娘和大哥会回来吗？我听他们说，这次粮草在路上出现了问题，不能及时送达。军人的天职就是守护一方国门。战争是残酷的，你得要有我们不可能一直赢的准备。我知道，真希望这次回来，爹娘就不用走了。啊，小姐，他们回来了。是我们花家的将士，终于凯旋了。这就是我们花家军的骨血呀！爹娘，爹娘，娘，是小麦。爹娘，大爷夫人，琉璃，小麦，琉璃。爹的好女儿啊！娘，快让娘看看，娘想死你了。女儿也想你们了。大哥呢？大哥大嫂回不来，让他们托我给你带了礼物。我看就是大哥成亲了，自己不想回来。别胡闹了。娘，爹，阿哥，你们看，这些都是太后和陛下还有太子殿下送给我的。女儿在玉京过得可好了。来，爹看看。傻闺女，你一个人在玉京没人照顾，你看，还是瘦了吧？啊！哎呀，行了，有什么话呀，咱们回家说去。走，咱们回家说。末将拜见花将军、魏将军。西天角，哎呀，快请起，快请起！你的雅号啊，我一直未曾忘记呀。哎呀，西天角！爹，我们花家立下了汗马功劳，陛下却连这明面上的表现都不肯应付一下吗？闺女啊，此次是爹上书给陛下，陛下才应允我和你娘低调回京的。本身就是烈火烹油，如若再搞得沸沸扬扬，恐对我们花家不利啊。是啊。对了，太子殿下把我安排住进了我们西郊的老宅，那儿离得有点远，咱们赶紧回家吧。太好了，走，回西家老宅。将军，走，你看，是太子殿下。走。大将军华应廷，魏明月，拜见太子殿下。喜迎护国大将军得胜回朝。喜迎护国大将军得胜回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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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胜回朝。
娘，你看，你看都在那儿。哎呀，这把扇子还娘好好看看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来，娘，爹，哎，好，二哥，你们快尝尝，有没有清寒粥的味道？尝尝。这些都是你做的？当然啦，哎呀，我女儿真厉害，厉不厉害？不愧是我小妹。爹娘，二哥，你们赶快回房间休整一下，一会儿啊，我带你们去四方街逛逛，那可有意思了。好啊，爹。四方街，哎我可等等多年没去了。好啊，这些先不急，你是不是又惹是生非了？娘，我没有。没有。爹，你看看娘呀。夫人，刚回来，咱先不说这个，给你自己删。将军，夫人，饭菜已经准备好了。嘿，饭菜好了，夫人赶紧吃饭。吃饭啦，咱们吃饭，饿了。哎呀，就是这样，女儿就当上了鸿胪四卿，如今还要日日上早朝，很是辛苦呢。就只是当上了鸿胪四卿，这个过程可有得罪过谁，与谁结了怨？可有需要娘跟你爹一一上门去赔礼道歉的？娘，我哪有那么惹是生非呀？有。大闺女啊，无论你做了什么，爹和娘都能替你兜着。对，有需要娘一一上门算账的，也告诉我们。我明日就带着娘亲去砸了那些文官的门。闺女啊，可不能啊！咱们刚刚回京，还是要尽量低调一点。爹知道我闺女心里啊有些憋屈，但是不管怎么着，还是有人记着咱们华家的。你比如说太子殿下今天不就来了吗？这多年不见，太子殿下倒是英俊了许多。哎，夫人，这是你该关注的重点吗？而且那个太子殿下老说自己长得简陋，你见过这么简陋的人吗？闺女啊，这个也成了你关注的重点了。哎，闺女，爹问你个事儿啊，你在玉京这段时间有没有碰到心仪的男子啊？爹，看上又怎么样？又不是强抢民男。我小妹能看上的男子，那也是那男子的福分啊。还是你会说话。没有啦，我在玉京可是一个身体娇弱的病美人，不适宜做那些事。难道这银杏叶编蝴蝶就只能成功一次，以后就永远都不会了？小姐啊，我看你只有在太子殿下面前才能神来一笔吧，再编个什么小兔子呀、小青蛙都不奇怪，毕竟哄男人嘛。哼，女人。啊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小姐、老爷夫人、二公子他们早就起来了，就你还睡着。爹娘向来就爱起早，二哥起来这么早做什么呀？好像在念书，他这次回来可是要参加科举的呢。二哥从小就爱读书，现在越发的像个书呆子了。小姐上朝了。哎呀，这是我闺女琉璃呀，好看吗？英俊，帅气。爹，你今天是要和我一起上朝吗？那当然了，爹得陪鸿胪四卿一起上朝啊。那最好啦。不过，爹，你在朝堂之上不会和人家打起来吧？爹不会的，爹早就有其他打算。娘呢？她不和我们一起去上朝吗？哎，你娘旧伤复发，已经上书给陛下，皇上体恤你娘，特意下旨，她今日不用上朝了。女儿，时辰不早了，随爹一起上朝吧。走吧。走。哎，瞧瞧嘞，看一看啊，看一看。这是来了吧？是来了。
太子殿下。花县主，孤的马车坏了，花县主是否能代孤一程啊？殿下，这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孤又不是第一次和县主一起上朝，县主，太子殿下，请坐，请坐。都让你不要进来了。太子殿下，孤的马车真的坏了。哎呀，真的巧啊！太子殿下这府上难道只有这一辆马车？这个嘛，不是他们最近上书父皇说孤行事荒唐、铺张浪费，所以最近节俭了一些。哦，应该。花将军刚回到玉京，还习惯吗？昨晚休息的怎样？这么快就上朝了？老臣在外多年，刚回到玉京，当然要第一时间要向陛下复命啊！是。哎呀，今天可真有缘分啊！没想到能与太子同坐一车啊！缘分，缘分呐！花将军，这外面没下雨啊？从我这儿看，晴空万里啊！是。快点到皇宫吧。爹，您走慢点儿，女儿在外身体不好的。好，爹来搀你。孤来福。就不烦劳太子殿下了。那孤先行一步。恭送太子。太师，又是许久不见了，今日身体可好啊？好不了了。太师啊，您既然身体不好，就先用不着那么着急上朝啊。是。花将军完胜归朝，我岂能不来？爹，你看他们。琉璃啊，爹要嘱咐你几句，咱们花家之人啊，要走好自己的路。天地之大，人之渺小，只要所做之事无愧于君，无愧于天地便好。若你只关注那些无用之人、无心之话，便是自寻烦恼。女儿知道了。上朝。花将军，朕果然没有看错你啊！此次你率花家军大胜金破，实在是给大晋狠狠地出了一口气啊！犒劳你们的赏赐已经给你准备好了。臣多谢陛下。你此次回京，朕定要好好考虑考虑，给你安排一个什么样的差事，不能让你闲着。诸位卿家，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啊？陛下，老臣以为花将军为大晋征战多年，方才回京，不如先让花将军休息一段时间。花将军，朕问你，这么多年，你累吗？臣为陛下，为晋国，理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可是朕不能把你这个大功臣给累死啊！朕听闻你征战多年，身上也有不少的暗伤。回陛下，确有此事，但臣……好了，怪朕，朕这么多年都没有给你一点点时间去休养休养啊！陛下，
臣还有一事请奏。准奏。陛下，老夫在沙场征战多年，身体的确是大不如前。况且于金破最后一战，老夫身受重伤，实在是无力再赴疆场为国效忠。还望陛下能够卸下老夫所有的职务，臣要告老还乡。爱卿啊，你这是？现有虎符，呈交陛下，望陛下恩准。好，准。臣谢陛下隆恩。哎呀，老夫很久未曾用过狼石了。谁能想到这花家就这样鸟尽弓藏啊？和杜太师斗了一辈子，就斗出了这么一个结果，可怜呐，可怜。杜太师，华将军，走吧。哎，走。哦，太子殿下，怎么吃的这么慢呢？你以为在家里呀？走，回家。没有为花将军进言，琉璃不会生姑的气吧？跳！快扶下你爹！哎呀，妥了，妥了。琉璃，又不是打了败仗回来，我们花家的女子不要做这般姿态。娘，你拿着这些篮子做什么？快让他们看看，这些都是周边的百姓送我们的，还是有很多人记着我们大将军的。花将军一家失势，得想办法为琉璃做点什么。太子殿下已经站了半个时辰了。这抻了一下。夫人，早就告诉过你，腰伤尚未痊愈，还是要小心为妙。将军、夫人，太子殿下来访二公子，已经在门口了。太子殿下要见长空，这长空什么时候跟太子殿下这么熟了？不会是冲着琉璃来的吧？夫人，你让长空先去迎接太子，我去就回啊。好。琉璃，爹，早上好啊！早上好，早上好。闺女啊，
你是当朝的鸿胪四卿，如今的万国朝会非常重要，你是不是得去呀？其实是可去可不去的。为官之道要尽职尽责，爹认为你该去。可是我还没有吃早食呢。早食啊！哎呀，爹早就给你备好了。来，拿着，记着，中午也不要回来。这是为何呀？哎呀，你别问了，赶紧从密道走吧。这好好的干嘛走狗洞啊？这做官啊，要跟行军打仗一样，要隐蔽，要迅猛。行了，不要问了，赶紧去。哎，陪大小姐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快去。没懂啊。殿下这次来是特意探望臣的。殿下，您是特意来探望我的？是啊，长空兄，还记得儿时我们情同手足、相谈甚欢的场景吗？不记得了。臣就记得小时候啊，你抢我糖吃，被臣的大哥给打了一顿。哎呀，确实过去很多年啊，长空兄记忆有所偏差也是正常的。有道理啊，毕竟臣也是读过3遍孟子之后，这才背下来的。呀，糟了，这臣妹弄的机关，臣还不太熟啊。姑熟，姑带你走。哎，殿下，这是花家呀，殿下怎么会熟？一般般熟。这听闻殿下要来，家父家母都特别开心，说是要好好的招待招待你。殿下请。请。夫人啊，一会儿一定要克制住自己，千万不要轻易动手。太子殿下小的时候我就见过他，我怎么会打他呢？万一你忍不了了，想拿我发泄的时候，也请夫人稍微控制一下。看情况吧。夫人，爹娘，太子殿下来了。老臣恭迎太子殿下。恭迎太子殿下。花将军，魏将军，太子殿下，请。琉璃到底去哪儿了？太子殿下，您请茶。太子殿下，请。哎呀，姑年幼的时候曾受到花将军跟魏将军的照顾，本就应该过来拜访。听闻长空兄准备应考，姑特地让人准备了科考方面的书籍。那臣便谢过太子殿下。客气。太子殿下，可否让老臣看看你与长空都拿了些什么书啊？走吧。科举时要时不要，让长空兄做到心中有数。毕竟花家以前从未参加过恩科考试。哎呀，夫人，这本好。科举前膳食注意事项，长空啊，这本书对你来说管用，太管用了。是。这状元去世2、3则，这书……这个长空兄备考辛苦，偶尔看些笑话放松放松，也是有必要的嘛，是吧，长空兄？太子殿下英明。这么说来，太子殿下对我们家长空很是上心呐。将来要是真的高中了，我们也要好好的谢谢
太子殿下呀。长空啊，记住，你一定要好好的谢谢太子殿下。哎呀，一定，好书好书好书啊！哎，怎么这还有一个精致的点心盒啊？哟，这么多好吃的零食啊！这些零食都是给我们家长空准备的。那个山楂雪球好像是小妹最喜欢吃的啊，没关系，把这个留给小妹吃。这是太子殿下给我准备的，怎么能给小妹呢？我吃，我的都是我的。太子啊，知道你小子愚钝，所以给你备了好多坚果，让你补脑。是，好好。摩斯为何来得这般早啊？那还不都是因为我们打赢了金破吗？若是各国知道爹爹告老还乡，不知是否又会对我大晋虎视眈眈。小姐，您在想什么呀？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边关的时候，同摩斯交换通关文牒有多难啊？那我可记着瞅的。摩斯那些人傲慢溢于言表，等那么长时间也就算了，还非要在通关文牒上封个红喜带，否则永远没有回应。今天终于可以一雪前耻了。你们家小姐可是有自己的标准的，不听话不放行呗。圣人鸟业，无有人性。殿下千金之躯，来看望臣已经是感激涕零了。您不用陪臣继续温习功课。哎呀，长空兄，你这就见外了。玉京都知道，孤向来无所事事，这万国朝会又有花县主如此废寝忘食地张罗着，多陪陪长空兄也是应该的。那臣便温习功课了。请便。长空兄读了很长时间书了。家父说过，国家之长远，武治固然重要，却也不可失了文治。我们一家世代武将，家中已有大哥大嫂驻守边关，唯有臣自幼呢便好读书。家父索然让臣好好读书，做自己想做之事。殿下，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殿下刚才可听见臣所说？长空兄所言极是。那殿下刚刚问臣什么来着？孤真的是来探望你的。小姐，你也太辛苦了吧！毕竟是做官了嘛，辛苦点也是应该的。只不过今日平白无故的站了一整天，好气。那你要再喝一点吗？不喝了，我还得留着肚子回去吃爹爹做的饭呢。也不知道爹爹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。
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。哦，花将军、魏将军，太子殿下，这天色已晚，要不就在比府用过了晚餐再走吧。啊，只是比府的口味可能不太适合太子殿下的胃口啊。是，我们花家的粗茶淡饭，跟皇室的御宴那可比不上啊。姑不挑食，有劳二位将军了。臣听闻太子殿下居住的地方距离西郊尚远，若是用餐晚了，会不会影响到太子殿下的休息？是，我跟夫人啊，担心太子殿下过于劳累。有劳二位将军挂念，姑年轻，晚上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，不耽误。哦，长空兄，今日我送你的那些书啊，你有空的时候多看一看啊。说不定能派上几分用场。这本特别管用，你看了吗？哦，臣暂且还没有来得及看。哦，就是这本。你看啊，太子殿下，既然如此啊，我去安排下人备些酒菜啊。辛苦二老。好，你们好好聊吧。夫人啊，你看我之前的猜测是不是对的？我之前也是有几分怀疑，但是现在我是确定了。太子这是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罢了。他今天要是见不到琉璃呀，他是不会走的。多少年未见太子呀，如今长大了，也英俊了许多呀。是英俊了很多。他的这个长相，也正是你女儿的喜好。什么叫我女儿啊？她不是你女儿啊！哎呀，行了，我现在没有心思跟你打嘴仗。我方才已经见过宋光，问过了，说不定也不是太子殿下一厢情愿地找上门来。女儿长大了，自然要找婆家。可是你说他怎么就这么的胆大，连太子殿下都围着他团团的转？你看你还笑得出来？你这才不愧是我花家的好女儿。我是担心他真的要是喜欢了太子殿下。夫人说的对呀，这我女儿要是嫁到了深宫，我可不能看我女儿在深宫里遭罪呀。这就是我担心的呀。传闻太子殿下性情暴虐无常，琉璃若是温婉，能容忍也就罢了。你说他这性子，你说还不都是随你？袁伟，我好饿呀！走，回去吃。小姐，回来了。素素，今天一天累坏了吧？好累啊。这样啊，将军呢亲自做了几样你最喜欢吃的菜，你呢先回你自己房间，一会儿呢宋叔给你送过去。我爹做的。哎，对，云伟，愣着干什么呀？送小姐回房间呢。走吧，快，走吧。好累啊。太子殿下，赶紧吃吧，吃完赶紧走。啊，上一次与两位将军吃饭，还是15年前。太子殿下，赶紧吃吧。我们不等花县主了吗？琉璃还没有回来，我们也不能怠慢太子殿下，我们先吃吧。太子殿下，赶紧吃吧。
哎，花将军、长空兄，你们也吃吧。你们也吃吧。吃吧，是。太子殿下，我们花家一向有这个传统，家里有什么事，女人说了算。太子殿下，见笑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哦，那姑就先饮一杯。当年姑还在花家学过几个月剑术，说起来花将军还是姑的老师。太子殿下，现在的剑法如何呢？将军走后，父皇便安排其他人来教姑的剑法，只是那些人啊，都比不上将军。为了当年的情谊，姑再饮一杯。太子殿下酒量不错呀！啊，既然太子殿下海量，老夫今天舍命陪君子。长工，换大碗，给太子满上，我与太子不醉不休。好。太子，请。那这一杯，为了花家二位将军戎马归来，感谢陛下这么多年对我花家的眷顾，皇恩浩荡，老臣定当先干为敬。太子好酒量，长空，再摆上。是，爹。小姐，这是少爷拿来的，快打开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哇，哎，这个还能转？好玩。对了，爹娘干嘛去了？怎么今天都没和我一起吃饭？今日府上来客人了。老爷和夫人呢，觉得你太辛苦了，所以就不让你去应付了。可是我好无聊呀。那就把嘉敏郡主送给你的画本拿来看看。不要，那些都是骗傻姑娘的。啊，你怎么这么说自己啊？那看看这个吧，这是我从少爷那儿拿的。状元去世2、3则。这个还蛮有意思的。殿下，为何花县主还不回来？兴许是今天太累了，到了家便去休息了。太子殿下，老夫在清寒州搜集到了一些好玩的玩意儿，陛下早些年对此很有兴趣，只是不知道近些年，如果让老臣面呈的话，实在是有些不好意思。烦老太子替老夫呈于陛下。殿下，姑自会带到，请放心。多谢殿下，臣恭送太子。多谢二位将军款待，姑先行告辞。
殿下今天这么卖力，真的是来探望我的吗？怎么还不出来？不知道呀。殿下，殿下，二楼明明点着灯，看来花家是执意不想我见到你了。笔，纸。是。也不知道琉璃现在在干什么。也不知道太子殿下现在在干什么。小姐，知道你无聊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太子殿下呀！啊？谁这么大的胆子，敢砸我的窗子？谁这么没教养啊？啊！本姑娘是逮到你，打断你的狗腿！这是什么呀？啊，小姐，你看。后山，不会不来吧？应该不会，不可能啊！姑不信，他应该会来的。谁说我不来的？不，县主，县主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县主，姑终于见到你了。今日姑在花宅等了一天，都不见你回来，琉璃。他们在上面干什么呀？愁死我了！你要不去问问？哎，他脾气太大了。贡献分你一半，你问。月梅姐，你知道我家殿下和你家花县主在聊啥吗？聊啥？聊啥关你啥事儿啊？这大晚上的就写个后山，都能把我家马跑死。今天月亮挺圆的呀。啊，对，星星也蛮多的啊。殿下，你和我爹喝酒啦？对，花将军酒量实在是惊人，险些将姑喝趴下。姑见你，今日回来太累了，就直接回房休息了，便也不叨扰了。是啊，各国使臣陆陆续续的都来了，臣女把他们安顿住进龙井寺后，又招待了他们，是有点辛苦。那明日给你安排些人手，你当了鸿胪寺卿，无需事必躬亲。殿下今日来我家是叙旧的吗？对，就是跟县主的家人见面。可是我们花家之前搬离玉京的时候，太子殿下还只是小孩呢。说的也是哈。那我们家人对你好吗？好，对姑是相当的好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哥给我拿过来的山楂雪球，可好吃了，你快尝尝。这个也给你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哦，对了，
今日姑送了些首饰，如果魏将军不喜欢的话，你记得拿回去。殿下是送我的。当然。其实，姑最主要是想感谢花县主编的那只蝴蝶。姑夜里睡觉做梦，梦到了母后。真的？他说，不是因为姑上香祭奠，而是有一只蝴蝶飞过来找他。所以殿下那日是去给母后上香。其实，姑很羡慕县主的家人。太子殿下的母后大人，您放心吧，臣女和臣女的家人一定会好好照顾太子殿下的。你说，为什么太子殿下说上香之人是他母后，我竟这么开心啊？开心。而且，他大半夜约我去后山，我不但去了，我还特欢喜。欢喜。你说，我是不是喜欢太子殿下呀？喂，两个包子一根油条。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我说话呀？小姐，你都说了50遍了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。你去找少爷说，你去找宋叔叔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，小姐。这清月名为云寒侍从，实为挟制云寒之人，而清月背后很可能就是您一直在找的那个人，而贺远亭似乎也想通过云寒来找到这个人。太子殿下，这所有的线索都连在一起了。此前我们一直盯着花县主转，恐怕是云寒故意给错信报的缘故。殿下，眼前真的要做一个裁夺了。杀了那个叫清月的，将此人房中的东西都拿出来，让他毫无痕迹的消失，就是对云寒最好的保护。这，既然云寒没有和贺远亭合作，他就还是姑的兄弟。以前的错，姑可以统统不做计较。他得活着回到姑身边。那此前暗桩禁术被拔除之事，也是云寒做的吗？是。这也太狠了吧！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其实是云寒的变相求救？花县主被绑架之时，黑甲军尽数出动，必然会被满朝文武知晓。可暗桩，即便是拔，也不可能尽数拔去。姑猜测，云寒想借此事蒙蔽对方，可以牵扯出一个非常可疑的疑点，希望我们探查下去。可探查下去的结果就是死啊，殿下。或许他还在算姑的真心，生死不就在姑的一念之间？还不赶紧去！是。注意安全。云寒，你为姑浴血多年，重伤多次，姑那么相信你，切莫辜负姑。
杜姐姐，琉璃妹妹，姐姐是来找我的吗？琉璃妹妹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你等我一下。来，姐姐。我来的匆忙，什么也没准备，又未提前通报，想来不合礼数。没事的，姐姐来找我不需要通报的。我喜欢见杜姐姐。姐姐找我到底何事啊？我还烦请琉璃妹妹交给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？姐姐怎么不自己交给太子殿下呀？不，琉璃妹妹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我不是让你传递定情之物的意思，真的不是。定情之物？不是，这真的不是定情之物。我怎么解释呢？总之，我不是因为喜欢太子殿下，便让你带这东西给他，你就帮我交给太子殿下就好了。姐姐，琉璃越发听不懂了，到底什么才是定情之物啊？男女之间若是情深见笃，便会互赠信物，就是喜欢对方的意思。那我经常送太子殿下小零食，这也算是定情之物吗？琉璃妹妹若觉得是，那便是了。男女之间若是情深见笃，便会互赠信物，就是喜欢对方的意思。献竹，怎么，有何不妥？没有，杜姐让把这个给你。这是云寒的玉哨，怎么会在杜小姐那里？难道……哎，小姐，是不是太子殿下欺负你了？渊伟啊，我发现我喜欢太子殿下啊！小姐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问。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你喜欢二公子吗？喜欢。你喜欢这么多人，你喜欢一个太子殿下有什么稀奇的呀？你们这种关系最多是化敌为友。可是这样的吗？就是这样的呀。走，回家。见过英王殿下。哦，是花县主。你近日可见过佳敏郡主？最近的确是见过佳敏姐姐，不过佳敏姐姐看起来似乎不太开心。渊伟，花县主，本王知道你一直仰慕我，不过本王可能不能接受了。本王之前觉得，若是父皇许婚，本王接受即可。但现在，本王似乎有了其他的想法，所以这个东西你还是留着吧。虽然这个娃娃看起来有点像我，足见你对我的情深意重，但是本王只能辜负你了啊！英王殿下，我可没有说过这个娃娃是送给你的。我只是听说啊，佳敏姐姐可喜欢我们这小东西了。原来是佳敏喜欢这个呀。那跟本王有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她喜欢你就拿去送给她呀，我都懂了，非要说的这么明白吗？哦，谢谢花县主。英王殿下实在是太客气了，我们还得感谢您支持我们的生意呢。
而且燕王殿下这么喜欢我们的彩陶娃娃，是我们的荣幸。啊？哎呀，你就说是你自己送的，不要说是我们小姐送的。哦，为什么？哎呀，你就照做就是了。谢谢花仙主。定情信物就该这么用。小姐，吃点东西吧。哎，我不吃了。小姐，你真的不去见见英王殿下吗？我见他有什么用啊？除了惹我生气，什么用都没有。我听说英王殿下在外头站了许久呢。那你就跟他说我有事儿，请他先回吧。是。是太子殿下，看来他拿到玉哨了。殿下，起来吧。殿下，其实你不用亲自来这一趟的。那怎么能行？我之前说过，无论你去到哪里，我都会想办法找到你。我必须兑现自己的承诺。云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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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辞而别了。小姐嫁妆，定当补齐。想来公子应是遇到贵人，垂危之际，这贵人以参汤吊命，还及时处理了伤口。否则现在公子只怕会染上病根。殿下，公子如今身体正在恢复，只需静养即可。老臣已给公子开了一些养生的方子。小七、小八，送一下邱大人。是，谢殿下。邱大人请。
殿下，是杜小姐救了我。那为何竟是杜小姐救了你？这般机缘巧合，也是我的福分罢了。那如我所说情报有假，金破国二皇子便在玉京城内。怎么，殿下已经知道了？既然贺远亭已经在玉京城内，估计按计划盯着他。你做得很好，好好休养。郡主，我们干什么不进去啊？等燕王殿下走了，我们再进去。可他万一不走呢？他上次不就在外面等了一整天？老爷与夫人都亲自出来迎接他了，无奈你就是不肯见，最后还是被夫人劝走的。没想到今天怎么又来了呢？他跟我说他从小行得特别倔，估计见不到我他是不会走的。走，小红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不能走那边，我们得爬上去。啊什么？哎呀，扶我一下，快！哦，小心点儿。有点高，小红，你扶我一下。没事，我在。慢点，郡主。我锻炼身体。哦，那本王这几日都来这儿寻你，但姑父说你最近特别忙，所以近日可辛苦。我近日确实辛苦，所以不得空见你。哦，那郡主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殿下。燕王殿下。哎，你来寻我，是做什么事儿？哦，本王最近发现个小东西，想送给你。我猜你会喜欢它。这个很难买的。你真的很喜欢吗？喜欢。你是送给我的吗？没想到你真的会喜欢这种丑东西啊！既然丑，你买它干嘛？不，你怎么又生气了？本王不是为了让你开心吗？你是哄我开心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一不开心，本王就见不到你。本王一见不到你，本王就也总不开心。所以，你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所以，我觉得就是那个意思。